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9月5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3篇第1节到第4节，13节到18节，出埃及记第5章第1节到第6章13节，启示录第3章第7节到13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开门。上帝关了一扇窗，就必为我们开另外一扇门。这是我们时常在教会里面听到一句安慰劝勉的话。或者我们也听说过天无绝人之路，跌倒再爬起来，或是用台语的俗语话说，打断手骨就更强更勇怕等手骨颠得用了这些都是在人的在面对这个失望、失败，或者是遇到阻碍、艰难的时候，我们常用的一个劝勉安慰的话语。但是对于开门这件事情，除了我们刚说的上帝必为我们开另外一扇门以外，其实圣经有不同的观点。我们看到上帝呼召摩西回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情，基本上就是等于上帝为以色列人出埃及来开一扇得救的门。虽然这个门看起来不怎么的容易过去，但是摩西曾经以自己没有口才为由来婉拒上帝的呼召。上帝的旨意其实是要借着他来为以色列人开一扇门。结果看起来呢，摩西没有准备好，以色列也没有准备好，埃及的法老王更是没有准备好。圣经记载说，后来摩西和亚伦去见埃及王，说：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放我的子民走，好让他们到旷野过节敬拜我。埃及王说：上主是谁？我何必听从他？我为什么要放以色列人走？我不认识主，我也不放以色列人走。摩西和亚伦回答：希伯来人的上帝已经向我们显现，现在请你准许我们走3天的路，到旷野向上主我们的上帝献祭，否则他们就要用疾病或战争来消灭我们。埃及王对摩西和亚伦说：这是什么意思？是要那些人耽误工作吗？叫那些奴隶加紧工作？你们以色列人口已经比埃及多，还想叫他们不做工吗？法老王一直以欺压的政策来对待以色列人，其实以色列人能够在高压的迫害之下与摩西对立，但是上帝的门并不是这样的。法老王的心里刚硬，决意要用埃及的众神明来抵抗摩西所介绍的上帝。他选择继续来欺负以色列人，并且加重来得到结果。这个结果其实造成了以色列人的抱怨，当然摩西他也因此抱怨了上帝。圣经记载说，摩西回去上帝那里，对上帝说：你是怎样来对待这个民族的？是怎样来派我？从我第一次去见埃及王，
奉你的名对他说话开始，他就压迫这个民族，你一点都没有救到你的子民。是的，上帝到底要怎么样来拯救以色列人？到底是对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情是开了门还是关了门？摩西亚伦的出现一定让以色列人感到有盼望，因为当他们哀求的声音已经被上帝听到了，上帝就差遣了摩西他们。但是又因为摩西对法老王来提出请求之后，法老王他就反悔，又加重了以色列人的负担，然后就让他们的工作更重，他们又失望了。到底这是开门还是关门？当时候以色列人来说，那个是关门。那因为法老王一直这样说，同一天国王命令埃及的监工和以色列人的领班说，不准再给以色列人做砖块的找街，叫他们自己去找，但是他们要完成跟以前同样的数量，一块也不能少。他们懒惰，才要求要去让他们去跟他们的上帝献祭，叫他们做更重的工，跟他们忙一点，他们就没有时间去听信这些谣言。16节，监工不给我们草街，却要我们交出跟同情人一样多的砖头。现在我们都挨打受罚，这是你们埃及人的过错。可是埃及王又说，你们懒惰，一味的偷闲，才来请求让你们去向上主献祭。但是整个的背后的事实是，上帝要透过这一次又一次的交手，让埃及的法老王以及他的军士兵知道，只有上帝才是真正的开门者。就如同约翰说上帝的启示，向非拉铁非教会所说的话，你要写信给非拉铁非教会的天使说，那位神圣而信实掌管着大卫的钥匙，开了门就没有人能开，关了门就没有人能开的。这样说，我知道你所做的，我知道你只有一点的能力，可是你遵守了我的话，也对我忠诚。我已经在你的面前开了一扇门，是没有人能够关上的。看吧，那些撒旦的党羽自称为犹太人，而其实不是犹太人的那些骗子，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下拜，让他们知道我爱你，因为你遵守我的命令，忍耐到底，所以在患难临到全世界全人类受试炼的时候，我要保守你。我就要来了，你要持守你所有的，不要让人夺去你胜利的华冠。你那得胜的人，我要使他成为我上帝殿中的柱子，他永远不再离开。我要在他身上刻上我上帝的名和我上帝之城的名，那就是要从天上我上帝那里降下的新耶路撒冷。我要在他的身上刻上我的新名，
圣灵向教会所说的话，有耳朵的都听吧。上帝提醒以色列人，他们应当要知道，上帝将会用他们的生命行为来做衡量，是否为他们开一扇门，再端看他们是否能够遵行上帝旨意与否。千万不要以为今天我们已是基督徒了，我们是选民了，上帝的门一定会为我们打开。其实上帝有他的标准，并且呢，圣经告诉我们的，他开的门就没有人能关，他关了门就没有人能够开。诗篇83篇第1节到第4节，13节到第18节。上帝啊，求你不要静默，上帝啊，求你不要闭口无言。看吧，你的仇敌在反叛，恨你的人在造反，他们阴谋敌对你的子民，他们要陷害你所保护的人。他们说：来吧，把他们的国家消灭了，让以色列的名永远被遗忘。13节，我的上帝啊，求你分散他们，像吹散灰尘，使他们像比糠被风吹走。火怎样焚烧森林，火焰怎样烧遍山岭。求你照样用狂风追赶他们，求你照样用暴雨恐吓他们。上主啊，求你使他们满面羞愧，好叫他们承认你的大能。愿他们永远失败惊惶，愿他们在耻辱当中死亡。愿他们知道唯有你是上主，你是全地的至高主宰。恳求上帝为我们开启永生的门，是因为我们已经如同你的教导，能够赦免那些辜负我们的人，也是因为我们能够遵行你的旨意而行。感谢上帝为我们开这样的门，求主你赐恩。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